该来看62号盐城的历史，盐城记录地的历史啊。咱在第三历程你也学了，咱就喺编册共款，伊就喺一本册，咱甲学落，咱甲一页一页咧看，伊会记录咱依照发生过啥物代，为伊内底地形的转变，甲内底藏的即个化石化石，咱会当读出依照发生啥物代志。所以咱今仔要看讲到底是安怎读，来，咱先看两种，这种是迄个盐站盐城因为受到咱顶一个讲的板块的挤压甲张力，伊伫咧盐城会形成啥物？来，咱先看两种，这两种我先写。第一种折皱，第二种断层。你所要了解啥物叫折皱？来，咱看盐城一站一站沉积岩我即摆讲的沉积岩一站一站，伊受到压力伊变做安尼弯起，还是拢会，咱会嘛可能安尼弯起。这个叫折皱，伊若压力伤大规个闭开，伊把它错开啦，这个断层。但我问一个问题什么时阵会折皱，什么时阵会断层？我个人讲，什么时阵伊会弯起，什么时阵伊会长起？你想看嘛？伊弯起代表什么？它如果弯曲，代表这个岩层它钝的嘛，它比较软，有可塑性，咱讲有可塑性。伊毋是随安尼弯起，伊慢慢即摆怎弯起，表示伊毋是完全平的。今仔你像册安尼，我太有可能弯，我今仔三个房我敢会感觉弯起，我房出单伊就闭起伊就闭起所以这个岩层规个平的，伊就变做断。伊若有一寡可塑性，啥物时阵会可塑性？就这个岩层伊伫咧温度较悬的所在，对着温度较悬，地底深处，伊伫咧较深的所在，温度较悬，所以伊会慢慢弯起。若无伊照讲伊是平的。所以形成断层，你大概了解一下了解。所以咱的折皱会有两种，这咱等下来讲。断层照讲应该有三种，正断层、逆断层、音异断层。伊就安尼，还是安尼。这四部的内容，咱等下来讲。伊一定是一个起的平面，因为伊无可能是正的，啥伊袂可能是正的，因为它要解消它的力道伊一定安尼斜的裂开，伊才有法度解消它的力道。伊若垂直裂开。它有没有可能解消那个力道？不可能嘛！你垂直裂开，你按怎挤压，伊袂安尼上下移动嘛。伊爱上下移动，伊一定是倾斜，伊才有法度上下移动。所以伊既然倾斜，咱就一半叫做上面上盘，一半叫做下盘。就这边左边，像我若安尼画，左边是上盘，右边是下盘。所以上盘如果往上移动，下盘往下移动，咱就叫逆断层。上盘往
下移动，下盘往上移动，就正断层。你离回袂起来着。来，我来讲一个足简单，咱我回吼。你安尼回，你当然看会出，对一边是压力造成，对一边是拉力造成。你看得出来哪一边是压力造成，哪一边是拉力造成吗？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如果是推起小 K 是造成哪一边的结果？挤压，也就是聚合性板块的交界带，这个是挤压造成，也就是这是推力造成。你拉开六轨张力性板块的交界带，啊，那台湾是处在聚合性板块交界带，所以咱台湾全部拢是逆断层，你安尼921的车，包括921车龙阻断层，台湾有几条断层，你知道吗？小小的台湾岛有几条断层，你知道吗？400多条，大大小小断层。离咱上近的，正好穿过右昌国小。啊，离咱上近的上大的一条断层，叫做人虎断层。啊，离咱嘛足近的。右昌国小迄小断层，人虎断层是离咱上近上大条的一个断层，400多条啦，啊，400多条，真多咧科伦核电厂村，啊，台湾400多条断层，你随时走在路上都可能跨过断层。你敢有行过军校路吼，一条巷啊？迄条巷仔做耍嘛，迄条巷行行吼，我看到一个标文，那就是断层，那就曾经发生过。还有一个是很陡的坡上去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断层啊，安尼记，你安尼记，台湾是聚合性板块的交界带，台湾都是逆断层。所以这样子的移动方向就是逆断层，啊，你卖给它两公上盘往上上盘，你两步你就不会移。这个移折皱啊断层，各有一种平移断层，咱再介绍平移断层是迄个咱讲有一种错动性板块造成的平移断层。所以咱看到第3点吼，盐层记录地质事件。来看196页，断层折皱，各几种叫做岩脉入侵。什么叫岩脉入侵？岩脉入侵有岩浆侵入了沉积岩。嘿，来我问你，一条岩脉，伊入侵沉积岩之后，一条岩脉叫什么岩？最简单啊，叫什么岩？火成岩嘛。岩浆冷却的就是火成岩。所以一条岩脉是火成岩，以入侵沉积岩，原则性岩脉入侵，它们包括咱近景2的地质事件，外面进来的有侵蚀，所以它会造成岩层的侵蚀面。对于种种的事件，咱即摆学了，咱去看这个事件，咱去推测讲对这个事件型发生，对这个事件管发生，也可以。这种做简单，我来讲，就是后壁会影响头前的，头前的袂影响到后壁，后来的会影响到前面的，前面会不会影响后来的？来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今仔日第迄个学咧，发现有断层，佮岩脉入侵，结果你看着安尼。这是岩脉入侵，这是断层的发生。来，按照我问你的，是岩脉入
侵新啊断层新？是先连脉入侵还先断层？断层有没有扯断连脉？有嘛？后来会影响前面的嘛？所以上行发现是连脉入侵它断层，因为听啊若连脉入侵伫断层的后壁，这条连脉袂断去，伊是完整的。这条连脉断去，表示伊先发生这件代志，发生断层，把规个连脉扯断。你就用这来去判断。这沉积岩都刚刚你若无发生讲地壳板异层反转的现象，就是为下骹开始去，就是愈下骹愈少咧，愈去的，愈下骹愈老，愈去愈少咧。你袂安尼判断，原则上是安尼。咱后面看到题目，你若知这个原则，你拄着题目你都清楚。好，安尼了解吼，这叫做岩层记录地质事件吼。再来，咱首要看到化石甲地球历史。要做注意吼，因为咱对下骹挖到这个化石吼，来对这种岩层爱挖到化石。来，我来讲，既有沉积岩有可能有化石，火成岩甲变质岩内底无可能挖到化石，因为化石的形成就是讲，迄死吼，伊的骨头，上济是骨头一大起，伊的迄个拄啊，互迄沉积岩甲完整保存，完整保存，伊虽然质地改变，但是伊迄形体保存啦。当然，除了骨头了之外，伊脚印、伊的呢，甚至伊的粪便，都会当变成化石。还有一种是迄个，你知影水母这种动物无？水母这种动物都是吼，因为对安尼照到你啊规个啊撒开吼，日头晒袂规个化做水哦。因为伊也无壳，伊也无骨头哦。但你知影水母化石哦？水母化石安怎来的？伊就是伊抬起来吼，伊本身身躯伊也无壳也无骨头，规个身躯扬去，但是抬的时阵伊的沉积会甲拓印出来，该膜子拓印出来。所以虽然伊的形体规个扬去啊，但是咱根据伊的拓印的结果，咱会甲还原。这嘛算一种化石哦，所以水母也有化石水母也有化石。咱根据咱依在化石，咱若分做地质年代咱用化石来分地质年代。有一个中部的年代叫做前寒武纪，你看那个199页，啥那叫前寒武纪？就是吼，咱虽然讲上早的生命是啥物？你生物二轨嘛，蓝绿藻也是蓝绿菌嘛，30-40年前就有啊嘛。但是问题是伊看无吼，伊爱显微镜啊看无吼，所以你若伫前寒武纪的时阵吼，外星人来到地球吼，伊看地球吼拢。无啥物物件，因为伊甲原始乌等于分析，伊爱看到用显微镜看爱看到蓝绿菌。后来有，但是足少，搁足细。这规个占所谓前寒武纪，一直到5亿4000万年前，5亿4000万年前，才发生一个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。讲那个生命大爆发。所以到迄阵了后，外星人来到地球，伊还会看到满满的生物。伫迄进前吼，足冷清的，毋是看无就是足少，毋是看无就是足少。
你要怎想吼？会有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，因为迄阵地球发生一件代志，你学过哦？地球发生一件代志，地球的大气发生了一件事，它形成了什么？大气层形成了臭氧层。6亿年前，我们的大气层臭氧层形成，保护了生物，所以者行5亿4千万年那个时候，哇，挖到满满热闹的化石，都在那个时候，就是前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，所以一进去拢叫前寒武纪。啊，这个时阵，咱也叫做古生代、古生代，古生代。所以伊有分这内底记忆，你知影这个名词，搁你免去甲记啊嘛，免甲记顺序啊吼。寒武纪、奥陶纪、自由纪、泥盆纪、石炭纪、二叠纪，当然科学家在命名，就是伊有一寡，比如讲，伊的乌着啥物，这地层内底有啥物成分，所以就用这命名啊。所以有这，伊的代表性的生物哈，跟三叶虫、甲菊属。讲到也当这届古生代的指标性化石，了知？所以会当做啥物叫指标性化石吼？给我只要一个地站，挖到这个物件，我就会当确定讲这个地站就是这个时阵的。你知影意思无？你要爱做指标性化石的生物，你爱有啥物特色？第一种，伊的生存的范围爱安怎？爱足矮啊，足宽，足宽着袂？因为伊这三叶虫伫咧古生代，只有伫咧整个地球的海里吼，拢看有。无你若一个局部的区域，我当然会当鉴定这个局部区域尔，我别位找无啊。所以，因为三叶虫这种物件伫咧古生代地球的海洋整个拢看会到，但是个生存的年代，袂当爱足矮嘛。就是讲，这个三叶虫，伊敢若伫古生代，古生代了伊就拗出去啊，就无去啊。所以你若挖到三叶虫，一定古生代。古生代了中生代、中生代。中生代指标化石以上。台中有兴趣的大型爬虫类，咱叫恐龙。恐龙迄阵是地球的霸主到位都有，但是中生代结束，恐龙灭亡。我来讲，每一个时代的结束，拢是一种大灭绝，生物的大灭绝。古生代末期结束，就迄阵的生物大灭绝。但是一种物种的大灭绝，就是另外一种物种的兴起。今仔若无恐龙大灭绝，咱可能袂坐伫下骹，无坐伫下骹，你拢爬虫类。你上面爬虫类到尾仔已经演化出高度智商啊！像迄迅猛龙，已经足巧的，迅猛龙的战斗是集体战斗，伊会用战术的你看侏罗纪公园，你嘛侏罗纪公园内底迅猛龙其实你唔对啦，伊内底迅猛龙一只虽然无狗咱大只，但是伊有哪会触到一个处理，你叫红爪。迅猛龙比遐矮，你知？迅猛龙跟火鸡一样大只哦，只有你一半身高哦。但是来足惊伊的，是安怎？因群体战斗，而且它很聪明，所以你讲爬虫类哪个灭亡，迅猛龙去演化下去，
哺乳类没有机会起头，在座底下可能都是爬虫类演化来，在底下听课。之前所以恐龙灭绝，我咱已经知影恐龙灭绝原因就是迄个，这种可能一般来讲是气候的巨变啊，但是恐龙中代谢这一阵是迄个一颗小行星撞上了地球，不然导致气候的巨变，当然更多直接的伤害，所以新生代，新生代，所以你看。中生代三叠纪、侏罗纪、白垩纪，新生代跟古三纪、第三纪、第四纪，这个化石年代表。我来甲你强调这年代表是等距言。咱进行呢，漫漫长夜，到尾所有的生物出现。来，我帮你讲一个有感的例子啊。咱甲地球的46亿年，甲变热球，甲浓缩成一年。寒武纪大爆发是什么时候出现？你知道吗？11月中。从元旦经过漫漫长夜，地球看到生活。11月中发生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，地球上还有动物。动植物，恐龙定是出来哪个？12月10号，恐龙在12月10号出现，然后在圣诞节12月25号灭亡。你有没有感觉？人类最原始的人类猿人什么时候出现？你知道吗？12月31号晚上8点，最原始的猿人出现。我们以讲人类的文明咱有使用文字来审，对不对？差不多5000年给咱原始人差不多150万年。这有嘛？但是咱讲文明，咱圣公开始用文字来审，差不多5000年。这5000年降地图有数位偌济了解？人类有文明起源于12月31号晚上11点59分30秒。跟人讲，这30秒过年到现在，人类有历史的文明降地球46亿年，5000年降46亿年，是连一当当中的30秒，30秒。